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勝哥，係，大家好。係啦，咁聽日就又有賽馬啦，咁就有啲咩心水俾大家咧？聽日咧，我又由第五場開始咯。第五場開始咧，就1號做膽就超加做膽就潘頓，咁啊拖翻呢隻川河營區，咁啊喺泥地又贏過，咁啊腳咧呢啲冷門就可以拖翻，跟住咧就買埋11號啫，閃耀威龍咯，大冷門嚟嘅，30幾倍，咁可以買埋正負 Q 嘅呢場就可以，因為佢腳都幾難下，所以呢場咧就可以第五場就1號做膽拖3號11號咯。好，咁啊跟住去到第9場啦，今日都係揾潘頓做膽噶啦，都係4號做膽，就拖翻羅富前嘅海船星，就再拖翻隻英勇快車就係蔡海嘅，咁啊膽咧就係4號嘅巴基之星咧就潘頓，咁呢場馬應該係呢幾隻馬之內噶啦，理論上計。咁如果係買四唔彩咧，就可以買埋隻轉衝隻何好運咯，睇下聽日廖康永有冇手影啦，如果有手影咪拖埋佢咯。跟住到第10場啦，咁第10場都係潘頓做膽，咁啊不同世界容天鵬啲馬，如果有實力嘅佢一定做埋佢噶啦。咁呢場就不同世界做膽就2號啦，就拖翻隻至尊高超啦，跟住拖埋隻10號隻新意馬啦，鄭榮斌嘅呢隻馬。咁呢啲馬嘅鬥志都唔使懷疑噶啦，咁呢場馬都係呢幾隻馬之內噶啦，應該係2拖1號同埋隻10號。好。咁聽日咧就大致上係咁咯，大家希望贏多啲。好啦，希望大家贏多啲啦。好，多謝晒。